阁剩无2天就要过年啊！南部的走私集团想要伫春节期间大赚乌生钱，走私了197000外包，市价大约1300多万的粉品。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修正，清查相关的车辆，最后锁定涉嫌重大的大货车。1月28日，跨单位专案小组伫台南市中华西路甲健康路口，将大货车拦查落来，成功封堵这批走私粉品，捞入市民。在我们接获情资之后，那会同那个台南市政府烟酒查缉小组，还有其他的专案同仁，那共同组成一个专案小组，在今年的1月28日凌晨，那我们在那个中华西路还有健康路口这边查获一台大货车，那它载运的私烟就是后面这边的私烟，总共有395箱又15条，那么市价大概约有1300多万元。为了感谢专案小组的辛劳，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来到现场颁发加菜金以及奖品，感谢各单位的通力合作。好，海巡署正站，台南查缉队正站。因为年节的因素，所以民生物资的走私可能会比较猖獗。那我们感谢海巡署侦防分署、台南查缉队的各位弟兄将士用命。好，那也感谢我们高雄市警方还有台南市警方的协力配合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很快的查获、掌握情资，然后这个查获这个走私，那稳定市场，而且让民众可以过一个平安的好年。警方分署台南查缉队呼吁，走私粉品害人害己，尤其走私粉会影响国内市场经济。民众若是食到来路不明的粉，也有危害健康的疑虑。海巡署也将持续查扣不法，维护社会治安，确保个人健康安全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